杂之烦恼，很多的烦恼，亦复如是，就是啊，那个炉跟血没有办法分别，所以啊，新生的那个牛啊，它没有牛奶，没有办法那个饲牛奶去，那个饲牛奶啊，饲无牛奶啦。这个复言基斯那城，就是啊城的名称啊，基斯那，那个释迦牟尼佛入灭的那个地方，就是基斯那城，有旃陀罗，旃陀罗就是屠宰业啦，以这个屠杀为业，叫旃陀罗，名曰欢喜，佛济世人呐。由一发心呐，当以此界千佛世中，速成无上的正真之道。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我们现在叫做玄觉，玄觉有千佛，我们之前啊叫庄严觉，那我们玄觉之后啊，星宿觉。它都有1000位佛，那我们现在玄觉到我们释迦牟尼佛第5位，所以后面啊还有995，各位就可以想象了，后边那995，唔知到当时才会当拢实现的完成。咱有迄个名堂看无？现在讲解楞严经有啦，咱佛性也未死啊，拢看会到啦，所以要修正。所以这个迦叶问啊，这个基斯那城有那个屠宰业那个人就是在杀生的人，那么佛祭啊，那个祭就是受祭啦。佛济世人啊，由一发心当于此界啊，千佛世中，在1000位这个能够掌天盘的啊，在这个千佛世中，为什么呢？把它这个记录这么高的程度，速成无上正真之道。以何等故啊？如来不计啊，尊者舍利佛、目犍连等。速成佛道，所以这个迦叶一问说，舍利佛、目犍连，他不好意思说自己啦，迦叶啊，迦叶是大弟子嘛，他不好意思说自己，他说呢，舍利佛跟目犍连，为什么不记他们？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或有声闻眼觉菩萨。声闻眼觉菩萨作是愿言：我当久久护持正法，然后乃成无上佛道。所以各位先生就是要了解到，因为他有发誓啊，就是要久久要护持正法。那这样的话，可以让他赶快成佛道吗？可不可以？那都违背他的愿啊，这样了解吗？你要护持正法的话，要在凡尘，你在凡尘护持正法，你就呢，不能这个去掌这个天盘，这样了解吗？知不知道意思？各位听起来可能这拢跟我无关系，所以拢袂注意来对接。那么以花事业呐，这个故以事迹呀，所以对那个旃陀罗那个欢喜呀，就是这个花树叶，它有花那个，所以我们修到这个花叶很重要。各位要了解我们要花叶长，不要长花叶。一花叶了以后就不能变心了，一直要朝这个方向去做，不能说我现在发愿，明天又来发愿，后天又来发愿，你那个愿没有用，那个是生灭的。我们一发愿
就是不管是一生下生，一直到永远，全部都努力以赴啊。复次，譬如商人有无价宝，亦是卖之啊，与人见矣啊，不是轻笑。讲商人啊，有那个宝贝非常高的那个价值，去市场卖啊，那一般人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个宝的那个实在，所以啊就笑他。那宝子畅言，我此宝之啊，价值无市。我这个宝啊，好的价值是无法度讲的，足悬的。这蚁人听了以后啊，互笑，搁再笑啦，各个相谓啊，此非珍宝，是玻璃珠啊，玻璃珠啦。囡仔咧算的有无？囡仔咧摘珍珠啊，迄啦。囡仔咧摘珍珠啊，迄个有价值无？无价值对无？若真正迄个夜明珠啊，有价值无？就有价值它晚上会发亮。善男子，声闻缘觉啊，亦复如是。若闻事迹啊，则便懈怠，轻笑呢，佛见不如彼与人啊，不是珍宝。这个声闻缘觉他们也是这样。听到呢你发愿了就可以呀这个受记就给你受记呀，他听到以后啊就懈怠了，就轻笑啊，不见不知道呢，不认识啊这个愿发愿的那个重要。那么以未来世啊，有之比丘不能精勤啊修习善法，就是未来世啊有这个修道的比丘没有办法呢很精进修习善法，贫穷困苦啊，饥饿所逼啊，因事吃家都无通吃，来出家就他吃了。所以啊有很多为了要吃饭啊，就这个去出家其实否定的戒律啊，那个比丘不能自己煮饭，也不能自己去栽种，不能自己做生意，什么都不可以了，只有可以托钵。你看，更较无通吃。所以有故事说，安尼7天来分1届，1届分7斤，哇，都饥荒拢分无啦，煞来转去爱搁饿7天，咱一声人饿7天爬袂起来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修了以后真的像陈兄讲的，你的迄个福行拢光芒满灯啦，咱的身躯嘛拢真用啦，但是咱无坐相啦。但是自然而然，你佛性坚强了以后身体会连带着也很健康，因为观念都正确了所以就没有迄5、4、3、1米那遐病。所以出家呢，长养其身心智清照，学命残取。那个学命就是那个不正当赚钱那个叫学命所以这个我们假如说越研究就越知道，我修到那拢遐尔甘苦，真的就是要苦了修道没有悟道，都是贫道贫道受苦踢到铁板。像陈兄讲你若修好你就酒色财气你倒反正这艰苦无修袂使啦，强迫你一定要修。我们踢到铁板了无希望好啦来修道，死心塌地好修道，努力修道脱离苦海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就是朝这个方向。若闻如来受记声闻速即记者便当大笑轻慢悔之，当知是等即是破戒。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假如说这个你能够得到受记，就像我们现在求道了，求道就是受记，所以这个是很珍贵的一定要爱惜就是有成佛的资格。那我们要努力不像以往单传独授这个功果圆满了才受记，我们现在先得后修了所以这个后修一定不要忘了一定要努力修，可以成的都可以成道成佛了尤其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从内心产生信心，我可以成道，我可以成佛，时间早晚绝对可以不是用希望的啦。你假如说没有研究心理心法希望我能够成佛，那个希望没望啦那个做都没成不从心性着手，那个道没办法修成。那么自言以得过人之法所以这个过人之法就是上人法，上人法就是菩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使家己这个自夸自大，不使讲家己已经得到这悬。以是义故随发誓愿故以速记。护正法则为收眼记受这个眼记。护正法，你要保护这个正法就是家己讲你过去10万年以后才成佛，10万年以后了，有远无？伤久啦，无100年，100年伤紧啦，1000年。那个远记就是很远，很远呢才让你成就。他假设呢，护白佛言：菩萨云何当得不坏眷属？哇，这个假设进来问说，菩萨怎么样呢？才可以不坏眷属，就是他的那个亲属。那佛告迦叶：若知菩萨勤加精进依附正法，以是因缘所得眷属不可举坏。就是要这个护法护依附正法，保护呢这个正法所以他的眷属就可以这个连续沿接着。那迦叶护白佛言：何因缘故众生得此沉口干焦？这个导师讲众生为什么会得到这个沉口干焦？所以我们这个舌头旁边加3点水叫什么？啦，咱的喙齿都要有水咱才会活这拢干会全部都干了会怎么样？会死掉了火。另外咱的中国文字很有意思咱的舌头边3点水有水你就活所以各位要记得舌底上颚，口水会生你就吞下去一直吞一直吞，那个口水很干，你就不用喝饮料了。各位就可以看后学讲28年的课了。你看过后学喝开水吗？讲2个小时不要啉到没有喝开水，为什么？舌底上颚那听了去予中医师看把脉讲你安尼讲28年拢生气无气啦，气拢无气拢无还可以讲
还可以讲，还要再讲。我们这一本讲完了，还要讲。